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将10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和其他突厥人囚禁在集中营，其中包括许多维吾尔学者。伊玛目江伊巴拉辛是其中一位。他从2012年到2014年在美国波士顿工作，2014年完成医学研究后返回乌鲁木齐，并于2017年被拘留。据悉，伊玛目江伊巴拉辛于2014年11月从波士顿返回乌鲁木齐后，直到2017年继续通过微信与国外的同事和朋友沟通。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在乌鲁木齐经营一家私人公司，专门提供服务，以帮助维吾尔患者在日本等国家的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同事和朋友表示，此过程他去过多次日本。根据中国媒体发布的图片和视频，3月23日，乘坐6架包机的大量所谓教师从中国云南省抵达东突厥斯坦阿拉尔市。同时，其他消息来源称，3月24日，另一个汉族人团体乘坐6架飞机抵达东突厥斯坦。网络视频显示，当地政府官员为他们举行欢迎仪式，并在现场将免费住房的钥匙交给他们。很多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些场景，鼓励其他汉族人迁移到东突厥斯坦，并强调政府将为他们提供免费住房、农业用地和工作机会。中国政府一方面以扶贫的名义强行将东突厥斯坦人转移中国各省作为廉价工人，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将失业、低收入的汉族人转移到东突厥斯坦来改变人口结构。武汉肺炎疫情横扫中国，自1月以来，多地实施封城及社区封闭式管理。这些防疫措施导致中国离婚率暴升。陕西省西安市多个婚姻登记处自3月2日起正常运营，逐步恢复婚姻登记办理工作，结果迎来离婚潮。中国多个城市因武汉病毒而实行隔离检疫和宵禁之后，3月份据报告，离婚率有所上升。彭博新闻社报道说，中国家庭暴力也有所增加。据称，中国中部地区西安和四川各婚姻登记处接收了许多离婚案件。上海的律师史蒂夫·李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说，自从3月中旬开始取消宵禁后，他接受的离婚案件增加了25%。此外，据报道，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的离婚率增加了3倍多。英国《每日邮报》引述很多观察人员、专家和政治家的警告说，在武汉病毒爆发的整个过程中，中共一直在撒谎和掩盖重要的事实真相。最初在疫情出现时打压吹哨者，随后又在死亡数和感染数上造假。统计，武汉目前共有7家汉族殡仪馆。本周一开始，武汉殡仪馆每天向500个死者家属发放骨灰盒，令民众更加相信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与现实相差甚远。民间提出多个推算死亡人数的版本。中国最近宣布，由于武汉病毒而丧生的人将被烧死，近者将其尸体掩埋。直到3月下旬，武汉殡仪馆才通知家属取领骨灰盒，发放的时间是3月23日到4月5日。共有7家殡仪馆，每家殡仪馆每天发放500个骨灰盒，一天共发放3500个骨灰盒，12天累计发放42000个骨灰盒。中国四川省发生森林火灾，造成19名灭火人员丧生。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16点左右，一家农场发生的大火因风力影响，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山区。声明指出，参与灭火工作的团队在凌晨2点左右，因风向的突然改变而被困在森林大火中。据悉，在随后展开的搜救工作中，18名工作人员和1名做向导的森林工人的遗体已被找到。